天下第一高手就係天下第一高手，冠軍騎師之間亦有差距。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咁今日就係國際騎師邀請賽啦，12位頂級騎師喺香港同場獻技。今年嘅陣容都可以話比往年更加鼎盛，即係起碼唔使見到川田象雅呢啲級數嘅騎師先。咁喺呢4場高手雲集嘅地方，莫亞用2場，一場放頭，一場後追，話俾你知，就算佢傷咗接近4個月都好，翻到嚟都依然係天下第一高手。咁佢首先喺第5場騎方嘉柏嘅雙影雄，今日放頭其實係冇乜着數嘅，頭馬基本上都係守好位或者後追，而莫亞騎住呢隻雙影雄，亦都係唯一一匹可以靠放頭灌注到尾贏馬，亦都係頂住來勢洶洶嘅長勝將軍。入整最後直路啦，前面雙英雄走啦，大約1個身位到啦，青春力量第2位啊，中檔追上嚟噶嘛，有長勝將軍，外邊啊仗義啊，響入邊仲有標之良子啊，出邊追上嚟嘅馬匹仲有隻迎妙星，最後100零米透出仲係雙英雄，呢個時候長勝將軍逐步追緊上嚟，接近終點，雙英雄響埋邊追上嚟噶嘛。而第8場莫亞騎海船星就更加係將佢嘅攞位推騎硬功夫展現得淋漓盡致。佢可以將一隻馬由跟前放頭，一下改變跑法變後追，都仲可以贏到。轉彎都仲喺尾4，直路攞位推騎打邊，嗰一下一下砌落去嘅硬功夫，末段衝贏晒其他馬，真係好鬼死好睇。亦都係話俾大家聽，世一可能每一年都唔同，但係天下第一高手就只有佢一個。天啊，第2位咁啊，飛輪霸咧就第3位埋邊魅力寶區啊，再見到偷入邊嘅馬仲有天星啊，中檔位置電源之區追啦，響外邊咧仲有隻有愛心得啊，最後200米到啦，飛龍在天透出咗，飛輪霸追緊佢，從個馬林中間穿上嚟，有海船星啊，出邊3軍勇將有愛心得啊，嚟到國際騎師錦標賽嘅尾關，海船星贏馬，第2名嘅馬咧都相當接近啦，而橙。咁講完莫亞都要睇下其他高手嘅表現嘅。咁今日布宜學都用實際例子證明點解佢可以做到英國冠軍騎師兼呢個高多芬主帥，騎住品德寶寶勇擒潘頓，末段同潘頓鬥嗰啲硬功夫，5邊就鬥贏潘頓，所以話冠軍騎師之間亦有差距。攝入邊追嘅馬仲有枕頭之星啊，外邊品德寶寶上緊嚟，大外檔添開心，最後100米到凝聚美麗接尖，品德寶寶3幾個接步過埋佢，第3名外邊有添開心。同樣地，我哋可以欣賞下7屆日本冠軍騎師，人稱華啲嘅李慕華係點樣攞位騎馬嘅。就盡得真傳啦，春秋分咧外檔咧撻行晒上嚟噶啦，中間上緊嚟就吉典拿嘅，然之後就仲有進天宮啊，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前邊咧春秋分就過咗吉典拿，後邊殺到上嚟咧內檔嘅皇庭寶曲，外檔係進天宮嘅，咁啊前面春秋分就出咗嚟先，中間有隻遊片汪洋上嚟挑戰佢，國際第1名春秋分，第2名遊片汪洋，第3名咧都仲係。唔好意思，技術錯誤，播錯片，呢條先啱。咁呢一場佢係騎可靠大師，咁佢轉彎喺包廂位，入直路就決定喺放頭馬2隻後邊，諗住揾位衝，但係前面啲馬又唔走喎。當一有位嘅時候咧，就俾杜遠欣攞咗個位，咁佢喺後邊好佛系咁樣就衝過咗終點啦。而我哋華啲哥嘅精彩發揮又點會得咁少啊？好似第5場佢騎先到先得，轉彎喺後邊諗住掟出去衝啦，佢都可以塞車咁離譜。塞到最後150米左右先望空衝，人哋已經衝行晒。跟住就係第7場，落飛落到啡格嘅一定點，咁佢起步就係包尾嘅。不過有一話一，佢都冇諗過隻勁沙塵係會一直咁樣頂住佢，搞到佢全程都係走住個3搭4搭。當我以為佢轉彎入直路嘅時候係會掟出去衝啦，但係佢又走翻入去，反而隻勁沙塵就走咗出去衝。其實一定點呢隻馬咧都有追2腳嘅。呢隻馬我諗之後嘅場次都可以再跟進，而呢一場馬另一個焦點就係潘頓再次被生擒，只不過今次唔係俾布宜學，變咗佢老友布文，基本上同第4場嘅形勢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又係一度出頭先，最尾幾步鬥輸。外邊大面箍上緊嚟，銀亮奔騰，最後100零米，非凡豪傑透出，外邊銀亮奔騰追緊佢2匹馬，相當接近，銀亮奔騰終點前將非凡豪傑似乎係趕過咗噶啦。不過唔緊要，潘一哥話就算我今日俾人2度生擒都好，
睇我星期日點樣用嘉應高升教翻大家做人。今集嘅賽後情書嚟到呢一度，國際賽前瞻下集講香港杯同埋香港瓶都會好快出，大家未睇上集嘅快啲去睇咗先。你哋又點睇呢一場國際騎師邀請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訂閱讚好，我哋下期見，拜拜。